Hello，你哋大家好，好高興又嚟到 C Channel 咁啊，歡迎。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咧，葡萄牙嘅地方選舉最新結果。琴晚咧，成個選舉可以話咧係人人都話自己會贏嘅。咁但係最終贏家咧，其實係傳統兩大黨。呢條片咧，我用5個重點啦，幫大家咧睇清楚咧選舉背後嘅政治信號。第一咧，總理Montenegro 嘅政黨表現強勢。今次地方選舉咧 ，PSD 咧同佢領導嘅執政嘅聯黨 AD 咧民主嘅聯盟咧表現咧非常之突出嘅。無論係單獨選舉咧，或者係聯盟嘅形式嘅選舉咧。PSD 最後咧都係得票最多、議員最多，同埋市政同埋教區市長最多嘅政黨，總共有136個市鎮。佢哋咧仲奪咗一個好關鍵嘅機構——葡萄牙嘅城市協會 ANMP 嘅主導權。咁呢個組織代表晒咧係全國嘅各市政嘅利益。PSD 咧由2013年咧都從來未領導過嘅。另外咧 PSD 最多嘅城市嘅勝出咧就係里斯本啦、波圖啦、布拉加啦、阿威羅啦、辛特拉啦，全部都係咧好大嘅市鎮嚟嘅。仲有你以外嘅贏盤咧，就例如 Beja 啦，同埋 Guimarães 嘅總理 Montenegro 咧，就當晚就話啦 ，PSD 依家已經係葡萄牙嘅最大嘅市政黨、最大嘅地區政黨，同埋國會入邊最大嘅政黨。對一個咧少數派嘅政府嚟講咧，呢個結果咧係一個心針嚟嘅。特別咧，佢哋將開始咧2026年咧就預算咧談判嘅。特別咧，佢哋將開始咧2026年嘅預算談判。同時咧，亦都表現咗咧 PSD 咧成功搶翻 Chega 原本嘅選民嘅空間。第二咧，社會黨 PS 咧表現咧就參差，仲有2點嘅。社會黨咧 PS 咧今次咧失去咗22個市政，包括咧波圖同里斯本嘅。同時咧，亦失去咗咧 ANMP 嘅控制權，得票咧同議席咧亦都排第2嘅。咁不過咧，對於上次國會嘅大選嘅慘敗咧，當時咧PS 係排喺 Chega 後邊㗎。今次咧其實都算係穩定嘅發揮啦。PS 贏咗全國一半嘅區嘅首府市鎮啦，例如Bragança 啦、Castelbranco 啦、Coimbra 啦、Évora 啦，當中5個城市咧係由對手咧手中咧翻盤嘅，例如 Coimbra 啦、Évora 啦、Faro 啦、Viseu 啦，史上第一次 Bragança 嘅。呢個結果證明咧 PS 雖然落後，但係仍然有一個咧全國嘅影響力同政治嘅力量。黨魁咧José Carneiro講咧 PS 已經重新成為咧政府嘅主要替代嘅力量。葡萄牙咧再一次將信任咧交俾社會黨。咁其實咧我哋有一個即係否決嘅，佢之前咧 António Costa 之前嘅領袖啦，亦都係咧我哋之前嘅總統啦。其實咧都係 run 得呢個國家咧係非常之差嘅。咁其實咧就失去咗好多民意嘅信心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今次咧就選舉咧竟然贏翻啲票翻嚟嘅。咁第三咧 Chega 嘅勢頭咧就明顯係放緩嘅。Chega 喺5月國會大選之後咧就士氣高漲。今次咧原本喺上地方嘅層面咧贏到30個市政，亦選出咧5000到9000名嘅地方議員。現實係咧最多係贏咗3個市長嘅位嘅，係 Santarém 啦、Albufeira 啦同埋 Madeira 嘅島。呢個總得票咧雖然係2021年嘅20.8萬嘅票咧升到大約65.4萬嘅票，但仍然係5月嘅時候咧大選少咗一半嘅。然而咧，市政府咧嘅控制數量咧少過政府咧聯盟入邊嘅人民黨嘅喎。換句話講咧 Chega 咧今次係成為咧地方政治入邊嘅第5個大勢力。有評論指出咧 Albufeira 嘅勝利咧主要係因為咧候選人個人咧非常之受歡迎，而唔代表咧個黨入邊咧人氣上升嘅。咁 André Ventura 咧就係 Chega 嘅領袖咧，選項咧承認未達到標準，亦都強調咧黨仍然係零星。咁我一向講咧，冇任何政黨可以長期執政嘅。如果佢哋唔喺地方面咧層面扎根嘅話咧，我哋今次咧係達唔到第一步。距離個目標咧仍然好遠。第4點啦，兩代嘅制度咧強勢回歸。今次咧地方嘅最大選舉嘅信息就係、其實傳統嘅中右派咧 PSD 同中左派 PS 咧重新壟斷晒全國大部分嘅市政廳嘅席位。咁其實投票咧都係始終咧大部分人咧都投翻咧你自己媽咪啊或者係阿爺阿嫲嘅代卡頭嗰個票嘅。即係話咧過去幾年咧多黨各據嘅格局咧開始會成為咧2個黨主導嘅年代啦。有評論話咧 André Ventura 咧唔係親自出選 Chega 根本咧係贏唔到。而有人寫咧亦冇打破咧兩頭壟斷啦。Chega 係短5年內咧係成功喺地方上面嘅層面咧立到一個基礎，但係只不過咧從來啲新黨係未做到嘅嘢。另外咧今次有77個市政議會咧係保住大多數嘅，好多地方政府咧都可能咧同 Chega 咧就談合作，但喺地方層面上咧係有一定嘅
影響力。咁咧，其實咧值得留意啦。其實我哋 PSD 嗰啲領導人咧都開始咧就學翻咧 Shega 咧佢哋同埋波圖咧嘅候選人咧都開始採用咧Shega 類似嘅安全啦、反移民啦嘅言論啦，所以咧就贏到啲票嘅。咁而咧亦都開始咧滲入咗咧極右派嘅政治啦。咁啊，第五點啦，政局穩定啦，冇出現冇出現咧政治地震嘅。咁啊，總體嚟講咧，今次選舉咧冇出現大翻盤啦。咁啊，本身咧好多人都諗住咧 Shega 會贏啦，咁就冇嘅。咁啊 Shega 咧仍然冇崩盤，但係咧就亦都失去咗爆發性嘅增長。咁啊，葡萄牙咧政治結構仍然非常之穩定，兩大嘅政黨咧仍然都係主角。如果你中意咧呢類型咧政治分析啦，或者係想多啲咧葡萄牙嘅社會經濟嘅結構發展嘅影片咧，要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咁如果有啲咩意見咧，請不妨咧喺樓下咧俾個 comment，同埋咧就俾個 follow 嘅。好多謝你，再見。